继续来看这件事，明日有一个妈妈来投诉，讲伊看社会新闻，看到有囡仔互苦毒到死，所以伊就特别关心9个月大的后生伫咧托婴中心的状况。想袂到拍开这个监视器，来看，就看到伊的后生的头，互面罩皮砍掉咧。啊，囡仔滚亮开了后，爬到年母的椅仔后壁，结果年母疑似是咧背这个手机啊，竟然伸手把伊的囡仔杀走，囡仔当场是冰瘫起。 倒趴伫个涂骹，妈妈看一个拢硬气，马上就冲去这个托婴中心，找业者来理论讨公道。我帮他跑进去，但是你有必要这么大力吗？他转了一整圈，然后你也把他丢完之后，你就要做自己的事情，你这样对吗？9个月大的红婴仔伫年母坐椅仔屏后壁，年母敢若伫咧爬手机啊，无外头看囡仔，缩落来伊伸倒手，甲囡仔杀一个，囡仔怎安尼就变过去，倒伫涂骹。这个会不会太夸张？那安尼透过监视器，佫看到囡仔伫咧壁角头壳互砍棉被，虽然一个就爬开，毋过看到囡仔互安尼对待，做老母的是真毋甘。他也是新来的，所以之前就是也没有去特别多留意说老师他们怎么对待小孩子，就是有点失望。 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后生互砍棉被，佮互年母杀倒，发生伫咧昨昏。过顿工，老母就带囡仔去病院检查，发现头壳有刺伤。我们现在先不接受采访，我们先做后续的处理。托儿中心伫咧苗栗头份，工作人员讲已经接到社会处通知，会接受调查。议员陈公显就压了，讲这顶一个业者就定定违规，放开单。前身就经常 违反很多相关的规定，然后经常被开罚。根据社会处的资料，顶一个托儿中心成为师生的比例不足，方便监视约定就结束公共化的契约，伫咧去年7月拍出去。目前是收33个囡仔，7个工作人员。 请同仁把他们近期的所有的监视的一个画面都调出来，然后去检视他这段期间孩子的照顾状况是不是都适当。社会处表示，看年母杀囡仔的影片，虽然还阁无到无适当管教的程度，不过实在伤粗鲁，而且托儿中心来检讨，请年母改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